哎呀哎呀，各位聽眾，歡迎路人都對來本領學嘅節目。頂個禮拜咧，我人已經訪問了阿 John 嘅伊家嘅事啦，แล้วก็有伊安怎行出來等陣等陣嘅故事。，I think 啊，stream 啊，成家是無頭整喎。等陣佢塞佢，嚟，嚇，切！嚟佢塞佢，塞佢，等陣哎呀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來到本領學嘅，歡迎都對來本領學嘅節目。頂個禮拜咧，我人已經是冇咩訪問到阿 John 嘅，講是講訪問伊，特別咧較濟是伊講甲了了，我人本在轉，咁把路講甲一集了，我講甲第一集哦，所以這個禮拜咧，有人是有啥物問題，我愛問嘅，，jet 裏邊咁我樣寫啲積裏邊就下落去啊。頂禮拜伊有講伊安怎行出來，是唔是啊？對。揾咗電頭冇夾出來啦，揾咗安怎 QQ，安怎變 QQ 啦，較濟是講到這裡，แล้ว無就是講到古話講到未講講到，你都冇講，你咪講叫每話你邊啲學見講嘅物件，成日講，人講邊啲學見講嘅字係咩啊？咁樣咯，定得 before 嗰陣時人講嘛，我講我人因為我人知㗎了吼，你安怎去設立這個本嚟學嘅呢？你是因為你應該愛做來是上加你本地的間你看嘛，就是愛教人講福建話去嘅。我愛講家人嘅，你本地唔是愛教人家人嚇，我是要推塞呢。Because 我 actually 嗬，人因為我未曉，但是阿龍實個記者 podcast 有佢阿龍嘅家人，特別我代咪是 partner 咯，我 feel 到阿龍咧 still 會做人嘅你家人學緊話嘅音個，so 我是冇家人，我是推塞呢，學人聽學講，人哋講就民族嘅話題，我俾佢聽講就民族話題，แล้วก็人講學緊話咧，變咗人冇講學緊話，你 feel 到哇，我講學緊話唔是只趣味，你講呢？我是幾老人啦，你話題你不做較 interesting 淡薄咯，超話你看呢？我白我即幾天哦，我人講到對我人嘅感覺，我人是直接觸到本嚟學件事，係咪感覺 ？OK，我講先。OK，好。我接觸到是因為我朋友介紹嘛，因為嗰時我冇八多，你看了啲厝門嘅做咧，佢拄到講。H1N1 嘅事了，未出去，較濟我驚嘛，迄個時間，แล้วก็ตบ我個讀巴多喎，แล้ว就咪出去安尼濟咯，我就俾有淡薄問題啦，แล้ว我係醫生講你最好是咪出去啦，แล้ว我係朋友講，你安尼用，你聽咯，聽這段好嘅咯，แล้ว我聽了兩三集了吼，聽了真兩集呢，我無聽濟，特別我較濟是聽幾個數呢。我就是聽幾個數聲我暑假聽嘛，一聽咧嗬，特別杜面你講人亦垃圾接嗬，我唔知做咩，我是無垃圾接啦。แล้ว我本唔是講福建話人嚟，我只係我媽的當時講廣府話。我是跟拿教我人講，我講福建話呢外口嘅人嗬，迄個90年代時啦。你啲個林波你一隨住傾講福建話人是真正咁開。美國你硬支持你邊啲福建物件㗎了，我感覺到。特別我硬唔是福建人。特別有 connection 嘛，嗬，我感覺到有成啊，伊對伊嚟講福建話唔是怪 special 嘅樣物件 ，maybe。對，因本部教我講句講，你聽這個物件，梗係 low class 你講 low class 嘛。特別對我嚟講，我哋聽到我無垃圾 low class。我垃圾是講有幾個數聽，一個是福建話。會歹嘛，好過講聽因為迄時你講吹 podcast 就歹吹，歹吹，前幾年無按摩就是華語咯。我咁樣少我記，就歹吹。對，แล้ว我就想講，無我去講哦，你直直聽，แล้ว我聽到對個人講啊，家爽啊，去個帶啊，咪講啊，是。我想愛講了，我無愛聽了，我聽兩三次，我無愛聽了。教我講字咯。跟住講，你所以你發現到講嗬，來本嚟福建人啦，就是成交本好啦，
一來嗬，有影成只有香講話嘅，得了，冇聽嘅。係講嘅，特別我感覺到嗬，聽有真濟聽就我唔捌拄過，唔捌跟人 interact 過，冇真濟個我，because 我對邊個嘅時候，有接觸到人，像個來甲我講話，像到街路邊拄到呀，怪濟有聽人了咗。也唔捌起來講過，我唔捌拄過，每上擺唔捌嘢，特別應該特別講歹勢啊，唔敢甲你講話咩樣子，啊是用 message 話譬如我倒來看到你到底係咪個別點位啊？所以本是有只係無起來講，特別是有衝動冇起來講嘅。了，特別會起來講嘅，了就是會講嘅。對，特別可能是邊啲學人無啊，你看攏言講嘅人啊。都無邊啲學人啊，但係你講唔是無話，都無邊啲學人嗬，特別無路人，本是無邊啲學人嘅。但是講我自己一人，我係講個點本來有可能，但禮拜講點半鐘喎，無路人我咪咧講你估，OK 啦。頭先講 episode 我點半鐘我都話，少同我嚟 OK，別人嘅事，別人攏會尷尬。咁咪嚟地樓可以講先。I mean 唔是地樓，地估啊，咯。地樓，地估。我無時啊，我就早都有想過愛做差不多相關嘅物件咧。係咧，我去到妹咯，去到妹咯，過後嘅無幾年哦。第二年我就感覺到有這個想法要做這個物件。但有故事去到妹就是講學嘅話做啫嘛。係咯，你出嚟呢？你哋我成年裏面出嚟呢咧，就找隻物件就變到隻損嘢咯。我入落嚟我都。而幾條路是完全冇相關嘢啊！我會走去買車，會走去變咗咁我哋講過咧，我唔是自己一個人玩上玩嘅咯。所以我俾聽過，哎呀，少個就沒錄啊！我俾聽過錄嘅黑市嘅事啊 ，because 我實時我本上全身亂做，我冇講 plan 咁嘅嘢。錄黑市嘅實時，錄是拍碎俾按做做下咩嘢咧？如果老師會做學嘅，我是暑假去看啲冊研究，或者未家己知即個物件。我嗰陣時到時候物件嚟做，點先？我嗰陣時就講我要出一本字典。我嗰陣時就講嘅，你當時係冇 social media，係咪物件冇 Facebook，好似後來個 Instagram，好似後來個有嘅。你哋特特之間學緊咩即係講型嘅，學緊講一句話，放啲 video 嚟俾同人講，冇啊！嗰啲物件係真係冇嘅。係啦 ，podcast 不是八路加實無股呢？自康康斯尼實咯，我實時就是，呢部都實無股，我是拜年嚟就，我是頭一個頭 I think first 頭50嚟 podcast 係幾世界，把兩頭一等人，頭一個 Asian，或者亞洲人，特別寫 Wikipedia，冇人，特別就冇人寫啊。你我同你講，你淨係我寫佢都唔見，都唔制，唔知佢唔佢，唔係佢啊！因為啲變靚學嘅係你 entry 裏邊，冇係記冇啊嘛，你 podcast 其實我係，唔是 sample，要一段時間唔知幾。未必我冇我隻 Google 出嚟，應當時我咪隨佢上下 Wikipedia。我原來是魯來啊 ！Living in Kansas City。有寫裏面啊！我冇吹過啊，不自己吹啊。有啲自己吹嘅，有裏面啊！我未必咱去 extend 我去做一個水水鬼面出來嘅。佢拎隻 episode，反正以前係條影，反正以前係條when he's the first one of the first shots in IKEA 呢 ，baby 真係個，你所 OK，所以你是拍算要做甲，要對即個學緊話做 something，唔是唔是本，只是有興趣，有興趣啊。但除咗本來白啦，嗰另外一人是本是有興趣，你看你未見？我實唔是你講呢，我有興趣，係咯，即係聽人哋講嘅東西啊，我先會就講伊做一個 podcast 物件，未歹叫我，就是用福建話嚟做到好了。冇對，嚇！你講冇教我講，佢嘅心裏面想。我冇同你講過，我冇你講過隻物件，你學緊嘅冇幾年啊，你到最後講，你誒你禮拜幾會做咩物件，做咩物件啦？我就變咗是頭一個 episode 我就對個同意咯。哇！別人，仲會講。小寶，按照聽的，按照吹的，本來學嘅。Actually，我是。I think 我俾個人糾正這個福建話，檳城嘅福建話，然後就去吹檳城福建 language 啦，係咪？呢個檳城福建走出來，然後就去訂，
你一定是2006年，一定 iTunes 時呢，你記得咱記得是 iTunes 嘛？對，然後我就去訂，然後就聽，然後就一直到一定就是 launch 啲 iTunes，如果是說我用 Mac 啊，然後就聽，然後哇，這個完全係亂呢，啲潮聲咯，然後我 find it interesting 咯，所以我就聽，然後就聽，然後 continue，然後是。然後人 internet 冇你好嘛，冇你 advance 嘛，所以download 誒好貴 episode，我係啲 CD，本啲 CD 我就啲車聽，然後就啲車聽後，你知你笑嘅聲，屌人係你驚咪靠，我冇到白人聽屌，個靠人唔聽屌，迄個是我 start 咯，我 start 聽邊個我勁起咯，然後我聽然後我接落來我有聽，我對㗎。然後人 MCO 嘅時會記哦，我個 start 接嚟講呢 ，because 我攏對下你物件無蝦米有，無蝦米有 你咪亮 confidence，相啦，你咪去咪出邊啦，我無愛，你規個邊度真係大哩，我咪亮相嘅啲，我無自家出邊嘅，so MCO 嘅時就是咱人嘅 clubhouse 加一個邊個福建我甲有淡薄未起笑，係啊。但所以我是聽，但所以這個別使講share 這個 link 是 Wikipedia 嘅 link 喎，我看你去看到這 link， 到底這 Wikipedia 講找到這物件 ，anyway then 然後小Lucy，特別我冇看過你名啦嘛，小寶，冇啦，我是 really 2021嘅時，甲 join 我嘅 ，I think 我 first episode 上嘅是，我袂記啊。以前嗰陣時小寶咧，嗰陣時小查某無相人我知，無相人嘅。OK。所以安尼款咯。做咩事你起來講咧？你線數 MCO 啊？因為你知，特都 recording 一點成本特別做大嘛。對了，唔是做緊啦，梗係啦嘛。了，咩時候係起來講？Maybe 我係你 space 啦，所以係有 clubhouse 啊，所以maybe clubhouse 是你 at one，冇 clubhouse 是阿龍 at，我覺得係 by invitation 我呢嘢叫。對。阿龍 at one，個 clubhouse 係阿龍 at one，了係咯，係時個 start 咯。Okay. So 我 feel 到講係咪數會 continue 就是 because 係嘛 last episode 是咱有講到嘛，咱嘅 content 唔是成個咱 normal usually 係你 content creator 嘅 content 係樣啦，變啦無 hard sell 無 promote，but just 純粹講新物件講嚟對拍殼，so 無安尼之類咯 ，so OK 啊 ，so far so good 嘛，我話安尼隻人。個字所以我是水唔是流膠，我是水仙膠。佢仙膠本啊掉，แล้ว即毛毛菇加毛毛白裝成嚟先，裝成聽。毛白咧，少。我是201毛白加尋笨乜淡薄。哦。我以前特別咱講過啊，定到。咱錄嘅one on one是咱話講過兩則除掉。講過了。不什麼？你 finally 除掉你愛嘅福建話，你糾正嘅福建話。This is a question。你未記寫我未記是蝦米了，所以我冇。distracted 就 keep 住攞。distracted already keep 住攞，keep 住攞，keep 緊20年啊，19年。我18年，我只講8年聽，只講6年聽幾嘅。OK，but OK 啦，講到啲嚟，one to one，在我本不 explain 過何路仔過啊啦，right，然後有呢啲即係20年入邊嘅，邊啲學經有呢是change a lot，for 我自己啦 ，because 俾學我行個家長嘅路啦，like moving up，就是講 accept 我自己是我是最準。And then like 教員
then further on until now 啦，就國家嚟綠色做國家大，去國家慣，對。然後第一歡喜嘅就是講百里大，咱 be honest， 百里大有 conflict 會加入，咱這邊呢，咱經濟講經濟起航，嘛就咱未起啊。我只是屬這邊嘅大，咱講啦，算啦，OK， 嘛就又是一條好漢。嘛就就是無事，嘛就嗰陣是一個好朋友，行行。所以呀啦，這就是檳城福建嘅精神，嘅 spirit 咯，呀。我感覺到本啊 ，because 我本身唔知，但我在講有人嘅所在，絕對是會加落嘅。這人嘅所在，好加落，這是 human nature 啦，是咱人性嚟看。但我本在。我早嘅時就知啊，真正早嘅時我就already在講，這是真有可能嘅事 ，because 有人都會加落嘅嘛。所以我講所以人今日人唔知，我講，你若是愛加落，你咪來甲我講 ，because 我咪 break 位，我咪一個 mood， 我唔是講咪來甲我講，我講我咪成日聽，亂外路亂別說，亂外口。講不要緊，亂家己事。你咪拖接來邊啲學見嚟？本身即係邊啲學見，亂別說嘅物件，我你暫時嘅咪講我們是說唔成嚟，because 我 boost 家啲 energy。所以真係人啊，我們再聽佢告訴我，咪成講，哎呦，住 A 啊，你做咩啊 ？B A 嚟講，我講你 B 係咪唔數啊 ？B 嚟講我哋 A 數，我講我咪聽你可能話，所以路人本真正 respect 我嘅啫，我唔捌聽過人講啦，咩假路咩物件，所以我再講真正是有物件，特別路家己出去家己搞掂，路人唔捌傳佢哋 complain 啊，講種係咪物件接來邊啲學嘅，路是。respect 我，所以我是咁時候人本來，因為我感覺到有當時，咱嘅生活已經有這隻 drama 掉，咱賣嘅 drama 都係這隻。你咪一個禮拜一檔，我可能留咗悄悄講爽歡喜啫。各位帶這 drama 就嚟下邊嘅 drama， 我是冇時間看咯。所以咁時掉。咱嘅點先有限嘅，我個別去拉人嘅數。John 本關未來啦，你達你咪知達禮拜不能可能數，你達到幫你炒都咪就冇贏。對，都冇真冇贏啊！唔免結插人嘅數，免結插人嘅數，對。我冇白咧，就是啊。好啊，最數。冇白。好啊，最數。愛困嘅，Estonia。呢個 B 冇用呀。冇啦，你 juice 冇用。我他媽冇夠食，只有把刀咬嗰啲。冇啦，是。但我想9點嚟講啲嘅啫，所以我7點幾個冇食 dinner 啫。咱唔是9點嚟講。所以咁樣去隨便嘅食。我隨便嘅我只夠數嘛。然後 end 到我就叫食咖喱白雞。我叫就是咖喱白雞，我把刀咬咯。我到 TB 我到 hospital 有 isolation ward， 真係 sad， 無人講話，無人通來催我，我就大 I think 差不多成一個月較幾還是 more than that 我未去啊，真長一點聲咯。然後下久我係 ex 個哩，我到啲內都做工嘅，伊是講一邊嘅人來，伊甲我講，你開這個公司啊？啊無公司嘛，我啲頭家面前我都講福建話嘅，所以講這個電台應該真下路來個講。然後我就自己 try 下啦，頭一禮拜我冇，頭一禮拜我怪有日嘛，規日嚟攞過嚟抽回四刀，我驚尖驚看回嘅啊，大日就看回看尖啊，真驚嘅啊，佢講未好勢咯。然後 after 一禮拜過啊，變做真正咩啊，真正疏離啊，真 lonely 啊，冇人通來找我嘅啫。然後你人寄心配來，互我嘅人啊，只愛哦。伊只開茶門喺你邊啊，為咗就走啊，成啊，我做咩病嚟先嚟我 TB 嘛，你做咩啊嘛？你病係 TB 嘛 ？TB 嘛，咁啊，因為我條病都嚟喎，
我手個吊水嘅，吊去高西你就，然後我就吊伊個啊，如了對我去夾咯，夾你吹來，然後紅線咪夾個別派紙啊，咪一大堆咯，然後別好勢啦，然後聽話咯咪接起咯，然後接起時聽一個人我細漢捌嘅囡仔嘅聲，伊笑嘅聲，你我細漢人喺笑咩？我細漢，啊，你會知嗬？你會知嗬？你會知講你就會記是話了咩？聲無變。你無變掉你聲，你兩項物件我會記，你頭一是我買，你是規日去甲人愛來賣件賣啦賣咧，大部分安尼啊，你我買，我會記，了個一個就是伊笑嘅聲咯，了一聽到嘅時，哎，頂我講起淡薄啦，一聽到伊笑嘅聲，我想講，即間是我隔壁嘅囡仔來，阿 John 來，了就come back去，但那時陣是用 Skype 個。迄陣嘅時，我還未去真還未真去講話面，所以我未曉錄講個，所以是 Skype 嘅位，然後我就去帶落去模擬物件咪咯。迄陣點先一定做 recording 一半了，我做我就決心嘅咯。無了，你甲我講，我是你隔壁嘅 neighbor，伊甲我講咩？你是阿弟喲，我係小弟。我就看見咧，我無看到30年啊，頭前面見到其實我係小弟，都唔知我是幾歲。其實我寫啦，有啲邊伊講做 recording，你就講做我 comment at 啲 Facebook，你講啲 Facebook 嚟我係隨我係朋友㗎，了寫下嘅。了頭前面我隨時隨到葉子度我一回嘅，所以我頭前你會記嘅人是葉子嚟。了葉子咧 ，after that 就是伊個歌，了我就看你歌，我 excited， 我佢睇帶落嚟講我是你隔壁嘅 neighbor，你是阿弟哟，嗰陣我是，哎喲，我激到未出聲啊！了特別我捌到阿 John 去，OK， 邊個福建是因為我愛聽，是因為我 miss 福建話了，我啲 hospital 無人通來我找我拍國教啊。了所以我去邊個福建，特別我正對我第要緊嘅物件是我找到伊規個 family 啦，我找到伊個 family，我每個講找到伊爸爺嘛，แล้ว after that 我找到咩？咁我細漢嘅囡仔，甲我白佚佗，媽殺啦，佚佗咖喱堆啊，我咪講一大堆是 from 阿 John 一人我找到個了嘅啊，所以迄個是對我是真係要緊，是因為啊。我怪 anti-social 了 ，after 我出國讀書，咪對我無朋友嘅呀。我無細漢朋友，咁我落 start 咁了無了。แล้ว我想我是條件啊 ，start 為4年咯。แล้ว特別 because of 即個阿 John 啊，我 Facebook 嘅朋友紅啊嘛 ，overnight 我加到正百嚟，咁了是 related 到阿 John 嘅朋友嚟，阿邊阿 John 嘅家己人嚟。แล้ว迄個是我真正歡喜嘅啦，因為我無 expect 講我去找到隻人個東西。所以變嚟福建是more than just 變嚟福建啦，這是因為我childhood 嘅 memory 就喺度啲邊。你看這是學堂啊，學堂嘅我都比較拖得大啲，即係學堂寫，所以我冚掉毛毛菇嗰邊，咩冚埋邊 ？OK， 毛毛菇寫啊，不學堂寫。Being how VGHK really impacted my life in all different ways. I get to know 真正friends like which I had never known I will come across in my social circle during that time. I might not contribute much to Penang Hokkien, but I do try my best to talk in Hokkien all the time. Successfully influenced my nephew and niece to communicate with me in Hokkien. Yay! I felt really happy and proud of that. Yay! 發超，我疼。感謝。伊本是細漢看緊伊學係咯。學堂嘅白糖，我係記嘢。學堂嘅白糖咯。伊抹咗隻嚟。我有幾個 question 喎。即係比賽講每隻 question 邊嘅，伊即寫 what and when was your most depressing period in your life? How you break through it and what you have sacrificed? 哇，噔 opera 當game。depressed okay. So 我真係有一期是我擺 depressed， 我唔知浪仔唔知，我唔知我特別喺學嘅白講過係 Clubhouse 講我未記啊。你真唔知我病嘅時我就 depressed 一種嘅事，特別我個冇實邊喺學嘅，即係我唔知。我對去檳城
有一道 ferry 是啊，一 ferry 啊，迄陣時我對起啊，就真濟，比較真無用啊。then 我個就去一隻 interview，then media 咪個個真濟，所以是 good thing 啊，真濟 attention everything。特別我對那嘅時候 ，I think 我是 burn out 咯咋，我唔知，還是我唔曉個。我 burn out 我做隻物件 non-stop 接入去啊！你人去你杜尼啊，你 ice baby 啊 ，ice 唔是金都啊，早是早啊，是金都啊你。早是到好多時啊，唔是好多時啲你 political 嘅 ，ice baby 啊 ，ice baby political 是好多時啲咩？對啊，แล้ว下邊去啊，都只隻 coverage 只 ，so 我都我都過啊！這個 I remember you went through depression post Penang trip 對，這啦我就未記這啦。我講啊，我講過我唔知，我講過。So 都對起係咪？so 哈是 so 那是講唔話安怎哈其實咯，都是哈是 actually 唔是一刀呢，有幾日刀啊 ，maybe about 3刀啊，頭一刀都是喺你本來學見嘅咯。唔講只興嘅時候對那要。you know 都我還是想啊，我買去做工，我甲 Bruce 講，我真 weird 對啦，我講我買去做工，我冇咩技能，可能就 so 冇咩技能，唔是講冇變冇技能，我想我真係了我真係都俾真係 energy 我計去堵人啦，แล้ว在 office 就都俾講話，係咪俾下講嘅，所以我感覺到我真冇力，我真賣咗就。我唔知係咪嘅是 depression 個，我頂到時我個會叫我講 ，because 我人就 usually 就 positive 就 joy 就 cheerful 嚇，所以我就冇去想講，我講，哎呀，若是講到愛嚟講嚇，做咩事人會人 depress 啊？你咪是做你家己歡喜咯，特別係時我是唔知講 depression 是係咪物件個，until 我家己經驗，所以我家己經驗到我才講，我就是根本冇理由講我做咩事特別 depress sad 還是。激死未？特別我就是未function 買技能 ，so 就是話，就是這是 Kelv， 這是咖喱巴投降講啦，一講時間 I just listened to the episode before this live came on so 我咪是講我唔知即係特別我同 Bruce 講嗰時，我攰節，那是個未好事嚟講，我幾叫我講我 aware 啦，我講你特別。push 我去看落去啊，所以我真係 depression 我冇真係 properly diagnose 本，特別我 possible 咯，是講我真正冇爽啊，是唔是我真正冇力，真冇 energy 要看到人我就未嘅。then 變咗學嘅時候，本是 OK 咯，買小嘢啊 ，OK 留咗攰啊 ，OK 讀短嚟我個就讀短接橋係 depression。第一個另外一道是本是短去變難嘅，所以係是 keyword 講我講你 better 買做上這物件，我寫隻 activity 係咪？所以如果當佢我寫隻 activity 本特別我係曉 manage，我買講成個，所以變嚟學嘅做咩事我 gathering 變做一個 gathering 咧 usually，所以我內時就係我變嚟usually 我做一個 gathering 嘅，頂到我掉係 burn out 時就是，哎呦！安怎毛菇，不，安怎這毛白紅人失蹤去，一燈就不見去啊！叫他出去搞伊呢，燈，然後我就是人未拄，我是講，唔是講我買拄人們特別，我特煮啊，這邊叫，那邊叫，這邊拄，那邊拄，我點就會 live up to 伊人 expectation 啊，所以我特別想啊。master up 我 energy 都會成日燒啦，都會成個成日樣 expect 我成日留咗啊呢，因為當時我是冇呢款本啲唔是講點一百入時點正本成日留咗歡喜嚇你嘛 ，so 我買樣 disappointed 嘛 ，so 我特別成日做 show energy 咯，特別我做 show 時季節一擺嘛，對邊啲是特節哦，所以就變咗我就 burn out，then 嗰一擺就 stay recent 係2009 right before pandemic 是我係是 help 做這 plan 這大 convention 到啲邊 so after during actually before the convention start 是我 already burn out 嗰個就係 depression 佢就被
成個未見人哦。所以特別邊啲學嘅錄音嘅時話是安尼講啊，我未出安尼，所以就一隻人咯，就成日講你 Robin Williams 啊，你 comedian 樣個了，老咗歡喜啊，可能做實事啊，可能係特別我是不夠你地步啦。特別我知咯，我會看到 sign， 特別我冇呢事，我冇寫伊人呢 serious，because 人呢 serious 係講人未，人唔知啊，根本是未 self aware， 講人佢叫 depression 呢就，所以我是本是學起咯，我係明白會了解到，所以你看到，你話安怎 get out of it， 就是。點解我未曉本啊？我成日講日日聽啊攰起啊，就說啊是淨講亂講，唔知係知道我對邊人是我個人嘅款咯。So technique 就是買 reserve 嘅 energy， 一到見面嗰日我就買講成過去賭成隻，啊咩有本有機會成講一邊賭對，特別我未使成講 open 嘅 invitation， 講家人就要賭啊，其實咩使賭啊？有當時成講我特地影笑笑啊，特地得路啊，講OK，今日去到，即係呢是我冇成講我 man master up 我係 energy 我都 OK。然後個 pandemic 時我發覺到講安怎我會 control 我自己，my fall into 佢哋 depression 咧，就是我未使 burn out， 因為我聽到未曉講。安怎 control 我自己控制我自己嘅 energy？ 等到因為我一來，我想講我是 extrovert 嚟，所以 extrovert 係就是你 take 別人嘅，你參人嘅時，你 take 一人嘅 energy， 一 recharge 你啊。我特別就是想講我成日看，特別其實我唔是，我 pandemic 時我就係講，哇 pandemic 時係自控時，我唔敢同人講咧，我話啥？免見人，我梗係懷疑，我免見人面笑，我梗係懷疑呢。我講哎呦，死我免做工時免見人嘅面講話咩物件，但係我個幾多處咧啊！我真係我咪人講是香港啦，我就講就人就 serious depression， 我明白本，特別對我感覺就要死，安怎我哋 enjoy 嘅，冇 human contact 我安尼 enjoy 喎，你我不過就係講maybe 我唔是 introvert，maybe 我是 I mean 唔是 extrovert， 我是 functioning introvert， 我係 function as an extrovert 啦，成個好 show 啊，物件個了啊，做 public 物件我會做，特別我特別有點聲，互我自己 recharge， 所以那是我有笑我自己點聲，我特別成講做老作物件，然後 OK， 我等於我靜我自己一人，安尼款，所以我有點聲 recoup 嚇，recharge 咧電圖。我聽到比較老闆咧，我唔知其實老闆我唔知，我是想講嗰隻參加者人我咪老闆咯，咪是 recharge 咯，特別未，我其實是特別有點聲 recharge， 所以係呢是我嘅本身嘅經驗，唔是我嘅 experience 安怎control 我嘅 depression 咧，即係當差有時即係看啊，即我表達初時的時候，面對二評，這一場不會 comment 先講，二評時，你是唔是用 ChatGPT 嚟 generate？ 不，這是加一嘅， this is totally him。你會有挫折感嗎？挫折感嗎？我唔知挫折感係咩。有無咧？意思咯，挫折感，有沙拉無啊。有 feel 到講你家己上加正 down 因為人帶路嘛，把路也人咋子。我想，OK， 唔是幹啊，唔是幹啊，是挫折感啊。你挫折感嘛？咪挫折感，咪挫折感嘛？你看半句嚟睇啊！你問半句嚟睇。挫折感嘛？挫折感嘛？你挫折感嗎？你是怎樣說？說服自己或激勵自己繼續下去。OK。sorry 啊，仲玲，
MBS 嘅。其實中零嘅 generation 樣咯，中零，誒中零應該講 OK，then OK，so 我把有無好嘅評論就是無好嘅 comment 嗬 ，because 係 public 嘛嗬，特啲有嘅，無好就是講話。講，佢即唔是我係 show 嘅咋，所以 that's why 我冇講就 discourage 就是你看，discourage，但係我講就 discourage 就是挫折感，是吧？冇，所以因為伊人 comment 開始講我係聲，我係超聲，我講我係聲，係查某呢？你聲有問題咩？冇，我未超過係聽過。所以有時講我係聲，你聲係查某呢？講我查某型嘅。未聽佢哩，係啦我。你人嘅耳有問題。But you feel 掉 defeated 咩？我哋先，我哋人嘅啫。啊不，because I mean because 我較早，但是講我冇嚟，但是我冇 online 冇驚冇，但是講我 still before I come out 是 yes，because 隔了係你話 insecurity， 隔了是 because of 我未接受我自己嘅 QQness， 你知啊？所以我未聽，我未接受佢，感覺到淨個，哎呦，我啷講我就想話，你嗰陣是因為我自己 insecurity 唔是我嗰邊嘅人做啊，伊人講，但是講我自己是叫我嚟講，我差唔多去死，所以做邊咧好件事，我已經是驚過一條路嘅，所以伊人講咪講，我冇，所以我冇感覺到，你有挫折感嘛？年年大講好似句話咁嘛，我冇挫折感咯，是我特別我特別 address， 我未使講點咪講就話，我咁問咗，我特別講可能再講，我 OK， 我 principle 係呢，我講我 my height 我嘅嘢QQness， 我 sexuality 我 my height 我咪逃避。特別我本買特大 episode 講，各位聽眾歡迎嚟俾我學嘅，我是 QQ 嘅，就我唔明你講，我是人會掉講起講，人就咁在，特別講我硬係咪咪叫人啱咪在，特別我冇講成條條啊，停住你，變咗昂步啊，啥咪嚟講嘅，所以我講起就講，所以我感覺到伊人香港嘅時候，我咪是講啊是啊，我就在我寫報曉，就是你我是報曉啊，報曉本單唔係看過啊，啊，所以咪是成個哎呦。because 因為目的做咩呢？因為目的是俾我講了，上條話了樣都歡喜啊！樣是感覺就講，你頂啦，我感覺就樣是 because 在只隻咧叫咩啊？你叫咩啊 ？Warrior keyboard warrior 啊，咪帶兵喎叫咩？鍵盤，樣會做咩嘢？樣是為了就做路呢？樣是俾看我能講講呢？看看伊個起航哦，因為起航我就真歡喜啊！這是伊人對我是愛人看到伊人寫嘅，伊人本愛人看。即種嘅人嘅時候，因家己冇 attention，特別因家己個冇 confidence，所以伊要做作人，唔是冇 confidence，伊家己個冇含，因家己冇 quality to contribute to 因家己愛 attention，你因看到別人。哦，而家即邊咧學見即個目的，佢做做節目，因看佢講哇，呢做呢，你我真係未曉，咪是經講 OK，你聲報曉啊，係咪？然後伊人講我想講我會驚咯，然後咪是咪講啦，還是換我自己，所以樣就成個乜有關咯，因為變咗有辣起來，變咗成個樣 take control，咪那會知。我是講報曉嘛報曉，我就是報曉嚟嘛，你咪是安怎啊？所以不是我是我嘅技能，攞買聽咪是免聽咯，我冇關係，我冇俾你聽啦，我唔叫請見啦咯。所以冇啦，因為你冇 abuse the platform 本，你冇 abuse the audience acceptance of 你嘅 QQness and all that。所以但係講嘅也紅冇出來。其實我是有紅帽嘅咋，我是有紅帽，我冇夾出來了咋。所以我講都冇 abuse the platform 啦，係啦。都不冇夾即係 platform 講去騙人。去撈大波，我諗不聽佢講有時你，其實我是有撈過嘅。
講嚟先，講嚟先，有就講嚟聽。特別我有打波扣嘅喎。actually 有同你講，邊啲來啊！這晚接我哋啊，so 接啦。有是 admirer 是有咯，有 admirer 是有啦，是講我 already 還是我做邊啲學嘅時，我係搞一安幾年啊，我1998年嘅做隻，所以我當時只幾年做隻啊，就係juicy， 對喎，第三隻，第三隻啦，那小王入嚟啦。那 OK，那另外最好講就是，即係人把玫瑰花嘅。玫瑰花可謂紅會 jealous 哦，會食錯 ，because 我只 attention on 我嘛，特別伊嘅 intention 嗬，伊對我嘅 support 嗬，是為咗我啊，伊嘅 intention 只表啊，所以別項物件袂影響到伊，所以人對我 attention 對伊來講是真歡喜嘅，所以伊唔係 jealous 佢，特別我甲伊講嘅啊，我甲伊講成個人 email 我啊，是 message 我啊。Miss 小英啊，你咕咕叫。有一人 message， 有一人 email 都咕咕叫小英啊。冇裝我係就係講，你看，我笑，你咪咪話我笑起來隻 album 啊，冇寫出嚟，唔係你係 feeling， 你係看法。哦，我感覺就係咩？你今日點？你今日OK，so OK，有本我感覺because 我真早到，我當時我頭一個打波拍拖人嘛，所以 already 我唔捌 dating 過別離，所以我唔捌見啊你 dating pool 是對我來講是真，我唔捌少過，是 pool 咯，就是嗬，真死咯我 pool，所以我唔捌有成個 feel 到。哇！人覺哇，你知啊？未必查某較知嘅一種感覺，未必查某冇有啦。成個你 feel 到哇，人覺人對路嘅一種感覺。嚇，所以我一年嘛，然後我就唔捌講成可能對，我冇感覺到講，因為我就來本是感覺到，我唔是講正，為人實正引導正。有型有型，成有型啊！有啲人是一路來細漢個同學，一時可能暑假啊，這種對我人暑假，我唔是講我冇暑假，人冇暑假，人對我真有緣嘅，就特晚攏講係老語言，你知道？所以嗰啲人暑假，我是因為暑假，我哎呦，你可以老該歡喜超邊那個暑假路，就 comfortable， 尤其是查某啊 ，because 每生做我是 QQ 數，所以樣就 comfortable 講就 open 咧，就講我未成啊的做，唔是特薄懵嘅人上面，所以嗰啲是 feel 到真正 non 嗰啲叫咩啊 platonic 嚇，是叫做platonic 是，所以伊人成個冇 sexual connotation at all 就，特別 after 邊啲學見，我是其實邊啲學見 start 是冇個，邊啲冇咩看到我變嘅嘛條，伊是邊啲學見 digital the star 是出國。不抓是，他試落人 message because 我係我電話 ，because 我電話是 burner phone number， 我電話是 burner number 嚟嘛，伊是我用一隻刀啊，都冇 SIM card，然後都冇用嘅嘛，所以我係他是我係到啲 website 會講，他是未曉講做隻 gathering 咯，所以特人 message 我拍電話我下面看我們是 keep 都樣嘅，所以有幾年嚟咯，一個都是我記一個，伊是加林波啦，伊個唔是講，伊邊有講嘅話就。伊是特別伊看到我笑，因為佢所出到啲即個不抓我也去看我 website， star， 然後啥會，譬如你在 flirt 嗱，所以有 flirt 過嘅，I mean 人 flirt 啊我啦，你話我是 OK， 我冇講成個 offended 本，我別想講哇，你看我啥物，還是你做咩得罪我，咪是 enjoy 者咯，人看我 attention， OK， 爽者咯，爽咯，安尼啊。有啊，咕咕叫我看過咩？冇，伊 flirt 到係咪地步 ？flirt 到係咪地步先？喂，佢不過冇上播咩？看到不咪是看到咩看？你咪看伊蝕到開啊嚇！啊是咩？但是不係咪冇上？即是講，一頭去水房間等你來嘅一種啦。冇。冇啦。冇啦，我冇 because 我冇 lead 樣 on 到呢會。
我是人講 OK，你你 very cute 啊，咪是 very handsome 咪講咪講我爽你咯。有時我就冇講 lead on to 講，你被 meet 喎，是咪我冇咁樣。嚇你我就冇讀啦。我讀嘅人佢就是只邊嚟學嘅。人仔佬正經。對，特別我 enjoy 我 I enjoy the intention 啊，特別我冇 lead on anything。你食咩啊？龍夾咩啊？有啊有，係咯，你點鬼咯？字典啊呢邊嘅。這是長餅。然後好似係OK。then 你講咯，所以當我講梅花是講梅花嘅 question 嚟嚇講梅花嘅 question 咩？我冇。真是冇。我妹，特別我答了妹咧，你講我講姐妹咧講姐妹講，姐妹咧我答了platform 騙人嘛。對。然後我講你看你有拄過對路啊，成款嘅。因為嘅減路往個少年嘛，迄時咁我做時都係10幾歲了嘛。對，10幾歲啊，10幾歲了嘛。那即30歲啊，定。Because 20年34啊，可能31 Because 31咩？2005嘛31年咯，咱74年嘅人，74年嘛31咯。我一句你是說服自己很感激動自己繼續OK， 所以因為我按照 continue 去，所以我冇插小人，所以我自己 continue 時我自己 enjoy， 所以我自己 continue 咁咯。基本是講開聲嘅啦，唔是即係有陣時曾經忘記開聲，係咪叫挫折感？我唔知係咪叫挫折感咯。對啊，老啊，即係講就會老了無愁啊，你係咪挫折感？無關啊，對，無關係咪叫挫折感咧？唔知哦，啊，還沒來，還沒來啊。都在做，當然玻璃心上濟咗咋？當然有啲人啊，學咗嘅咪攞顧到考嘅幫時嘢種啊，兩人嘅。係咪小英力無夠濟會考啊？咱人哋所以咱人換咧，佢講下咪哇，今個就失敗啦，今個就拔刀啦，今個就可能咳啦。咱換咧，我哋是唔正嘅，就咱人當今差不多係50歲人啊，咱經歷過呢隻物嘢，但不呢物嘢有咩好亂啊？當今咪見啦冇上嘅，當今講攞顧到考咧。你問講見啦嗬，你問講見啦，我唔講事，我唔看過啦，大人大隻講事，每成日看咧就小賠本咧。這 metal reels 啊，這裡鐵鏈啊，鐵鏈reels 啊鐵鏈唔知，鐵 setting 嚟嘅，阿老佢住個點特別For so many years, one habit you have is always interrupted guests when they 講自己爽。冇，你在我做咩事為你看做？我 feel 我做host嚟講，我做主持嗬，我特別感覺到我係聽眾嘅感覺，我特別 try to 去看看，即人若是講直直講啊，直直講未必上物件咗，嗬，然後若是我再講聽眾，我係感覺到講我係聽眾拉沙，然後直直講上一物件啊，嗬，然後我就try to拍線啫，然後你咪講個上字啊，講個南西舊啊，係我冇人講啊，我時常講 OK， 話電響啫，嘟係話陣啦，即是 part of hosting 嘅technique 咯，你看咯，所以咧，有去部落嘅chances 啊 ，OK。部落無上有人是講嘅嗬，講嘅是 interesting 嘅，我就係人講啊冇 interesting 嘅嗬。直接 repeat 上嚟，我就拖人對嚟啊。對，有嚟部落是好聽嘅，我人都唔聽。你有嚟部落嗬，有嚟部落是聽個真正線咯，就講真就老實，有嚟本講個真正線，線到係伊講下面嘅，伊講啲伊部落個 OK 啦，部落唔是被講嘅，我買嘛，唔會錄到 open topic 嘅嘛，係咪幫人講？邊個愛講部落誒？錄部落個 interesting。咪部落家講家，對，其實嗬，唔是特人會曉講故事嘅，你知？人本來學緊拍劇，人就話講人嗬，唔是特人會曉講故事，所以我明白本有人是特別我做出去，這是我嘅責任啊，唔是伊人嘅，伊人未曉講故事，這是無法度，伊人未曉講，人就是未曉講，所以就是我會
keep 看每一樣物件，學人講想 help 一人拖，人愛講嘅物件出來。往時是想企掉講唔出，一講到嘅時候，無往時一頭跳過去後尾，頭前無講一參掉物件，一就跳去後尾，變做無 interesting 嘅聽咪就成，所以係你我對慢慢拖人出來咯。未講喎，你看啊，林伯丹哦，伊是比較講故事，特別好笑喎，好笑喎。嗱。我就是我講無關部落無部落問題，是出面無出面呢。伊講伊會幾個數啊面，都叫人無達講我，笑到半死嘅。伊講啊，迄個安尼款出來，了幾後你看了，安尼看了啊，安尼冇呢？哦，攞掉摸啊，攞掉摸啊，攞掉啊，唔知摸啦。你講伊真係出面，究竟全摸啊呢？對嗱，你唔知講係咪？特別伊好笑，我暑假聽。特別有咧吼，伊是講到有頭有路，講到頭個尾個咧，特別講到了，我唔知講係咪嘅。到底有幾是無幾嘅？有咧是講了半點鐘，到底有個是無嘅啊？你看，你都看這賣情聲。Let's end this episode with you singing。我講你姐，聲傻啦，你個聲音喎。真係嗰隻hati-hati di jalan。別使係你，我唱你邊咧學，我唔是，但係我其實我都冇識拍上嚟唱。你啦，係幾時？唔是，昂出下叫。昂出下俾拍。When and what makes you so phobic about Chicha? Is there something dark and abusive having relate to Chicha？ 有咯，只會 call 咯。定到我講過啊嘛，我淨有聽啊，嗬，我是看電視機時，我是拍上架啲困血嘅 style 就拍掉到頭開，一前 shot 定到80年代 shot 地嘛，成個當劍興到對地 shot， 我咪成日可能拍掉成困血嚟看，你一掃接我嘅殼卡冷嘅，一接起我嘅即係教授下邊哦，然後咪是。就只掃到我跳，下掉了個一道時我佚佗到我媽嘅針車嘅，我開拖，我在咱老人有啥係山坡針山，有係草原嘅嘛，接草原，然後我就看到是個草原，我就舉咧成作，我哋咪畫咯，只畫嘛咧是神堂裡嘅破啫，伊神堂驚走出來啊！你講係破單未破單？我一刀嘅時咧，我突然間佢只個度係咩咧？我過處，我過一條樹根就咪招笑我先睇，我過處乜數就咪靠一刀，攞刀我處一刀，我過處一刀，一個整個一刀時我記得啲，係咪？我冇爭議啊！相識啦，maybe鹹啦，maybe鹹。相識。แล้วก็จิตต้องสิตัวเราติ้งเที่ยวว่าช่วยแล้วสิจิตสินทาง一架老落來ว่า架接佢，我係感覺到即係我本掉過啊，即係我掉佢就掉我大嘅。我安怎啊？我就俾偷嘅衫，特別我偷嘅衫時，我叫我換下偷條衫時，伊衫變過來時打到我頭，哇！我特別安怎偷嘅衫呢？哎呦，成日所以我就拍打掉 ，OK， 這時你看我見心疼。OK， 來個咩叫妹？我冇寫起來咩嚇？冇做功課。做咩寫啊？免寫啦，咁樣是講㗎。因為在咯，人家就謝了啊。就是我感覺條本都冇啊。但真正謝了。我冇冇啊，做件單點聲冇冇啊？你見到冇講？我成日每路看你做件單物件，你平有教你出來佚佗嘛嘛殺，但你對嗰物件喲。有啊，我教你是講我教住佚佗呢物件。你會咩？你會隔壁厝邊嘅人咯？我教我係表姊參加者，我表姊就是我姨嘅仔啊 ，because 我大阿妹，你表姊是大你後輩厝嘛？唔係講你表姊大你後輩，你隔壁你對面嘅咧？隔壁冇，所以我表姊是教參我第一節啦啊，因為我表姊教我嘅情形就上，因為我嘅表姊嘅大姊是做最大漢咯，是大咯。我是大是為資本咯，伊人兩人病會嘅，想做嘅。然後個幾年是
伊本是寫小白，了我高小高，所以人覺得清炒我非常之濟，了變做我標誌是大我一歲呢，小牛，所以伊教我就食食，因為伊嘅紙甲伊個本無咪參，伊話無咪參我紙我個咪很大漢呢，佢這樣做個叫我當，唔是講無參啦，是講參唔少，一套啊面乜你教我一套媽媽30幾歲啊，所以我就有教我出我標誌。囉嗦了教我隔壁嘅，我隔壁嘅是我當年個參過啊，攏在Maggie面Maggie meal，頂到是我對面啲800件嘅，了伊有一伊對伊有家己伊有一小妹一小弟，了伊對面伊嘅 cousin， 還是伊嘅姑嘅 family 是住對我嘅隔壁嘅，伊母有3個查我嘅，所以下嚟我參養一套咯。แล้ว所以เขา講廣話就是因為伊人是廣府人嘅，แล้ว我大漢過伊人，所以我參加佚佗時我是對人講廣府話嘅。你出來啦？我細漢本就好聊嘅嗬，我諗參面人哋學咯，哈，就是咯，參面就是學，咁冇就啲去學嘅啊，嚇。冇掉講，叫我本時我學緊話本時因為我參朋友咯，而厝嘅人講潮州，即係人講潮州話啫，參到人講潮州話嘅，我辨別潮州話咯。就你看到人學 language，你看幾好嘅 actually。細漢就是參人啊，你看學到，然後無參到客家人，那就是未曉客家話，會曉來曉聽啦，未曉講咩，會曉聽了咯，因為你想講話嘛。Who is your first gay best friend？ actually 我攞嚟哦，actually 冇啊，你講咩？按照韓國講咩 first gay best friend？我細漢嘅時都 already 有，是講我唔知啊，冇去想到講這 concept of gay 唔是 gay 可能就我小學嘅時我有一個朋友，我參你就你 naturally 啦，人講咩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呀。人以群分啊。OK，太沉默嘅，太沉默嘅。人就是人有實，人有種，人有。share something share in common 啦，咱個會成參加食嘛嗬。So 我想起來，我細漢時我愛得唔是查某嘅朋友，還是參我嘅較大波咧，就個是本是查某型嘅我想。So 我有一個朋友，小學嘅一個朋友咯。我是6年級嘅吧，伊往到食食，我特擺去厝咧，一個一隻好嘢嘛。所以我頭擺去，哇！厝我去厝伊嘅時啊，我就訂伊梅精嘅咋。我第一梅正一下，伊講咩下，拍電話去伊厝嘅咋。你有時 OK 啦，我開門後咧，第一我已經自己開啦。伊厝到啲 Brown Road 那邊，多驚阿冇鬧。所以特別我時講細漢我本未曉嘅，我冇想講哇人好嘅人咁樣是冇。我再講佢好嘅，特別我唔是成日講哇。有累啊！我俾人轉啊，無論是朋友就是朋友啊。我再講伊卡拉本數就最食嘅，我卡拉本數是12食嘅嘛，Luna 塞出來做啊，伊72食嘅啊，72食嗰條嘢另外一 back day 卡拉本數嚟講，冇朋友。伊 driver 個計夾 back 起來就咁包嘅啊，伊家己個夾 back 去 driver 在就，แล้วso 特別 recently 個就差唔多對伊就。I mean 個，但我冇講真正食，特別我對佢時候，有時有機會就出去。本時啲本領啦。我特別領面，本時就好嘅。Oh my god！ 我對佢我把再講下，我 after reconnect 個嘢，我把再講 Crazy Rich Asian 嘅 richness 係安怎嘅？原來都是伊來嘅。我唔知啊，定當時我冇去想到。我冇去講累物件，我再講要大鏡，我再講要 driver，that's it。In fact。佢哋只自己那個人呀，潮伊講，你冇爸爸仔啊，學 driver 仔，你看，你知啦？你真見到只臭脆嘅咋？見到臭脆啊，臭脆嘅，所以你知啦。我嚟，咪是爸爸我嚟嘅。就是啊，成個人，因為成個人同人講，你看到樣被 attention 特別樣個自己個無鹹嘛，個無 substance，所以咪是做人嚟。感覺點自己 important， 但係問題係人哋好嘅啊，你知，所以你哋 driver 上嚟，大家都是潮嘢咋，咱冇想講哇有 driver 在咩冇嘅，所以以前咧我當時對幫學嚇，我就伊 driver 就在往多人對伊做 ，because 伊小學那邊話車嘛，你 driver 是 full time 是在伊呢咋，แล้ว我記伊是坐迄個Volkswagen Golf 嘅伊車，所以
我就所以就在話咯，我做在伊 driver 車不講真會呢嘛，到啲平華平華係咩路啊 ？Gottlieb Road 嗬，Gottlieb Road 一 Brown Road 呢嘛，隻彎呢自己佢喺Eden Gate House 上面一條路去就是啊。So 我就對去伊厝，然後我去伊厝，我就當時伊就我做在做功課 ，because 我係參嘛，所以我做在做功課，然後留咗你睇講嘅你話，唔是講嘅冇嘅，有本來未必是本，我就係做小啊，我用 computer 講話，所以伊隻 computer 咧，伊做 text to speech，呢是1986時真正真嘅就，然後我嚟拍電話我朋友咧，用佢哋 computer 咁樣講話就。我佢要拍啊！我係個 Hello，Who are you 咧？所以做你看咪叫咯，所以我一隻啱咧，我有講課啊，做咩 craft， 我叫我做燈籠，我真係未見啊，唔見。講幾人講幾個事我都未叫啊，即係我叫我做燈籠後，我去厝，我就是個走去伊個阿嬸嘅headquarter，阿嬸嘅 quarter 是伊厝嚇，伊厝有一個後背 back， 你到啲樓頂位。樓梯內樓梯，即樓梯是大家人起樓梯位。你起樓梯下邊，還是你就行過一房間後背後，伊有落去工人嘅房間有隻後背嘅落落去咋。所以我就是去伊個工人嘅房間，如果係工人嘅名嘛，我唔是好人嘅名。妹仔命，對，伊是上個 ，because 伊上個十五間嘅時候，就去做喺十五間嘅房，伊無十五間咧，伊厝無十五，伊無工人嘅。I mean，我冇看到，真冇工人，伊有我記伊有迄個 gardener，伊有 driver，但係冇工人，所以我就就是走去工人嘅房間 ，because 伊成日家己嘅房間，然後伊有家己嘅廳，然後砧板，然後出去就是伊嘅厝嘅 kitchen 那邊嘅，所以我就就是走去面睇 ，because 伊成日 ，you know， 淡薄成日 game 可能一坑，唔是坑啦，伊是就叫落起步上冇上位，所以我就去做燈籠，到這邊我係叫我係即係6年級嘅。art 嘅 project 啊，你記啷夾埋到電咧 art 伊迄個伊鐵線啊，然後夾你玻璃紙包伊啊，然後成水啊，係打硬嘅，可能我到伊處做，因為把辦公咧是下晡4點嘅時，伊個嚟台灣響去到伊處，所以伊等到當今是 you know 時機嘛，特別。是 maybe 是我頭一個 close 嘅 friend 啊，即係 best friend 啊。然後佢當我大學時，我有兩個咯，我係 roommate 咯 ，Henry 我係 roommate 就是伊特別因為是成個即係3月真係可能一時頭。我冇插小咯，我自己所以別打很就是律師 OK， so 伊度，你可能特別我 never 講 about that one because 伊在我 uncomfortable。所以伊本無想講 I provoke 我是叫我特別 later on 我覺得伊個另外一個 Raymond 咧，伊人到 Raymond 是幾啦，特別是 uncle 我叫 uncle 是較老嘅，特別因為是讀冊時是伊大過我 I think 伊大過我 maybe 算是不管就老本啊8歲是10歲呢啦，特別因為是做工了出來了個來美國讀冊，伊唔是想講普通 college after high school 啊到來嘅。伊就是個特別伊甲 Henry 都真啱，特別伊樣在我是個特別我未接受嘅，還是我個機構未 out 嘅嘛。然後個幫一幾接我個一個 girlfriend 嘅嘛，所以我 after that 我個嘢是 actually 我 girlfriend 有 help 過我 come out because 我個 dating 嘅時候，我想有 girlfriend 就是成個有一成個 Hey girlfriend， and then girlfriend 就唔是。唔是拍拖拍拖嚇，我是講姐妹，我係個對，我係個 friend 講姊妹，即係我係個 friend 講，行人去做我講咩？行人去 shopping， 去 Walmart。即特別驚查某咧，伊對你係咪感覺咧？伊是對我是伊會接我係見招嘅。這都唔是，都是嘿，嗰個出去，都是啊！你講，有，所以我變咗咪是變啱咯，所以我做咩是 conflict？我直接 feel 到講，誒，咱都食老咗嘛，咱出隻係食歡喜嘛，參一陣嘅朋友，假如我俾你講，誒，伊袂物件甲我袂物件無相喎，所以變咗我袂物件是成個朋友那老咗，特別伊袂 intimacy嘛，伊袂我看你手。
我直接冇住咧，咪看你出，要死，哎呀死啊，字面佢個死啊嗬，那我就白咗，一刀下手，我 discover 就講，哎呀 shit 啦 ，come on 啦 ，face it 啦，you QQ，so 下時我就講我白，แล้ว because 呢個 involve 另外一個人，我感覺我真正我內疚咯，我但冇 guilty 講，我騙了我自己唔要緊。我騙掉伊嚟講，我感覺好卡，我家己細漢個大漢，我就是騙家己嘅。講我會啦 ，maybe 我自己大漢了，我就出個查某了，就會娶某成件漢。我有時我想真 naive 啦 denial 個啦，denial，所以我搞伊嘅時，伊影響到伊，我 feel 真 guilty 啊 ，because 我老嘅唔是我老我家己，安尼關係老我家己10幾20年。我老嘅是伊喎，我只 secret part 我同你講，伊係 roommate 嘛，伊 roommate 嘅 boy， 伊是 roommate 是日本人，日本人我不講嗰個啲，伊日本人嘅 roommate 嘅 boyfriend 是阿毛啊，伊特別伊阿毛嘅 boyfriend 過嚟，我心度只跳 ，because 只人鬥，所以我特別過去隨意思嚇，我過去隨意思嚇，所以我特別只 guilty feel 到，所以我好個在本啊，我。講成往拍拖去啦，我拍拖啊個 maybe 我捌伊隻股了，朋友隻股特別想講伊對我嘛，所以我講maybe 我那是拍拖了，有可能我會變做 normal 嘅，係咪我是想？跌到對，伊未丟掉嘅咩？伊未丟掉嘅咩 ？YY 個 X， maybe 咩只係查某 feel 冇掉誒，你我就係你查某，你我家己個朋友嘛。我家己個騙我家己嘛，伊度我度未結個被結嘅就係，then 伊本被接受啦，所以伊就只是教我，特別我是教伊 as a friend 本，特別我 as a friend 呀，我未成個講 intimate 嘅伊，所以對伊嚟講就無客嘛，做咩事你無開埋手，就擺假路就是假路，做咩事你無成啊做人做成 boyfriend 嘅 duty 嘅款啊係咪物件？我對伊就好，成個講我有成啊煮食啊，伊有煮好食啲海南人嘅，但係煮幾輩我食唔好料，所以我有一出開個video嘅嘛，所以我有做好伊物件是有對伊好，特別無 intimate 嘅伊就，特別我就係季節較驚款呢，所以我過拍拖呢季節呢。我到對馬來西亞 holiday summer holiday， 所以對馬來西亞一陣，我對來是，我感覺我對厝到我厝來，我記過，我家人講我 girlfriend 啊，我家己講我家己轉喎，我厝來人是安尼啊，因為冇講來實是 serious，係咪我唔知啦，我唔知人家己想咩本啊。所以我講嗰陣，要講未出呢喎。等我就 of course 個 denial 個冇差別。等接落去過嗰時，我到對嚟，還是到只大 conflict 啊，頭 before 對嚟是個有成日講拍拖喪時，對嚟是到只，因為我被 offer 伊愛我 offer 嘅物件，所以。我做我只坎坷，我就未做未看，未成啊！就看你手是 OK，特別我看你手唔是伊愛我，就講我唔是講，哎呦，我 romantically 是甲伊要被看你望嘢，可能無。我是想啦 ，OK， 看你啥，我看慢慢，可能就無那種感覺。So，阿邊位馬是啱喎，馬是成個我俾個我係慢，可能看就唔是成個講。我被暑假伊被幫伊手啊，就明白我講，我唔是講無暑假無愛伊嘅什麼，我是想聽伊做朋友呢，所以成個我細我罵，我出門時我看了伊，我伊是我罵親嘛，我出門時但我細漢個大門是看了我罵嘅，即我罵特別講，我罵朋友講，哇，你大漢呢，你大人大隻我看罵，我俾罵看啊，我罵講唔是，伊唔是我未，伊唔是我看你，伊是伊看我，我罵特別講嘅嘛，所以我看手，所以安尼看你咁話，無咧 romantic feeling 嘅。有過一時對嚟summer holiday 過嘅時候比較過hơn，他時期都真正同佢 always a conflict，แล้ว伊就只起哄，所以我被半手過，唔知一刀兩刀就，我未曉甲伊個安怎講，我唔知講是我誒 QQ nurse，
我未被逼安怎甲伊講，因為我家己未曉，我家己未曉個嘛是，我那一年 denial，所以我就未咁樣未意解表達講安怎，所以我是甲伊講，我唔知 something wrong 就對，我未學魯愛物件，所以我會笨手，哇，應該買亂死亂，我要自殺係咪？你知 drama？ 喲，你我個驚到 OK，把啊哥哥一時我講我未哦，我真正無歡喜，因為我後啲假講我看到大波世界我心跳，我去all form of this lie 到我頭腦，我已經是隻坎坷嘅 pressure 啊。但係我假一個人，個好我一個 pressure 講，我對別人做，我要做嘅物件，嗰唔是我愛做嘅物件，我是伊愛嘅物件。我未我講我未我特別本手，所以個 around Thanksgiving 是我記 ，Thanksgiving 是冇 actually before Thanksgiving 我啲本手嘅嘢，我個 come out 個話冇開始是本手過一個 come out 掉，所以我本手過嘢是。伊直直殘掉，講不要緊啦，咱是朋友呢 ，OK 啦，特別不點會過來催我，然後就會 try to 成個 patch up 咯咋，然後我講我未有，你看我可以 false hope，那是講我直直 continue 可以直直來，然後參做朋友，特別伊嘅 intention 是會看安怎 win 到電話，所以我講，那是如果你看後我未 continue，人嘅 friendship 我就會 cut off，so that 如像我未曉啦，當然看到對起嘅就係講是我家己 life， 我家己 mess， 伊會刮對起啊，伊家己 continue 家己 life， 我咪成講直直可以有希望。所以哎呦，怪久本來就識啊，本來我想一陣陣嚟，我朋友啊，我嘅 friend 就是教我 roommate Henry 度，是不是來啊？我意思談我請嘛，伊講對，佢位朋友面頭正嘅，我唔知是幾時，所以我才講你同我一段 Malaysian 嘅 friend 我是做隻主角嘛，然後還是我是半手過嘢咋，所以我過去咧，伊度到底這人嘅面頭正講咪你們要我死才甘願是嘛？你看，這樣到底人嘅嗰啲朋友面頭正，所以我朋友我 Henry 特別叫伊，你們要我死才甘願是嘛？叫伊一名，所以伊就講你們要我死才甘願來啊！我講一名，哥講你要我死才甘願啊！Before 伊捌講過這句話啦，伊捌甲我講過，伊捌甲規 group 嘅人嘅 friend，because 我 group 人就再講我already 半年嘛，所以伊個陣日愛來嘅時，我朋友講，哎呀 move on 咧，係咪物件咯？哇！我就叫發起性嘅，我未怪伊本啦，伊未 understand， 知唔知？我冇 truly explain 甲伊講，做咩事我未解做啫。因為我係時我係硬嘅解半超了啦，我先我再講我未啱，我冇，但是講我只數甲伊 that same way 伊數甲我嚟講下，我就 OK， 我當然我是未喎，伊愛物件我未可以教喎，所以特別我未曉 explain 我出計，我未曉 explain 嚟講，所以我伊未明白嚇，Malaysian 掉 ，Malaysian 嚟啊，都 exposure 冇，所以 acceptance 冇。我未曉，我佢伊唔知，我唔知。阿面毛佢講咩？伊幫佢咯啦。伊幫我阿爸幫佢，我阿爸幫佢。你不帶佢嚟？我不帶佢阿龍嘅拎，阿龍嘅拎。我不帶佢，伊 because 伊嘅手學我 ，you know 幫佢拎，所以我爸幫佢拎，所以特別爸唔愛靠佢。哇！你做事出了，OK？哇！So 是 platinum 喎，算咗 platinum 幫佢得呢？我唔捌看佢博 platinum 幫佢得 platinum 嘅，就是講唔捌當佢博呀，就是 platinum。所以我 platinum。你講咧，我愛梅嘅，我就是愛梅嘅之類。上面有個講就是你是安怎出事嘅？我唔知。你這邊是寫 range 咗，你未使對你買幾百去啊？你就話幫佢咩？我隨時揾你咩？揾你咩？你看出來？未當過迄個所在啊！所以問下上面齋就是講，我成個食佢就冇豆腐啊，係呐。
咱就講是啦，得好聽。我再講是講你識到近節唔是 gay 哦，嚇，你係屬緊安裝嘅查甫，do you attract 到你嘅查甫先？應該小會啊，可都不笑應該小會啊。都屬緊安 Because 裝 she 你 said 屬 100 緊。already。我俾笑誒，長頭毛嘅查某啦，嗰時短頭毛嘅啦，嗰時你咪話驚啊，你咪話驚嚇你驚嗰時嗰種背背啦，身身，嗰時羊軛嗰種嘅啦。咩是羊軛？羊軛係咩？咪是 no，羊軛唔是羊軛係咩？你屌有一節我人，唔是有一節我人嘛是講真啊嗲，哦，只嗲哦，就柯羅係幾好節，我感覺我唔夠聽到對節目嘅意思啊。別，柯羅我未打閒。I think because 我未 imagine 啊 ，because 我唔是，所以我未講 imagine 講 physically 我 attracted to 咩。當今我感覺水嘅查某就是有氣質嘅，有淡薄成個家己嘅 personal style， 伊無插人嘅，所以伊家己嘅 style 咧，家己真正 confident，所以無講背還是三門好，但是講特別 physically 就冇想過 physically 講話就冇 fat bias。physically 啦，咪講。內邊啦，我家己真 fat phobia，然後我家己真驚肥數。我細漢時肥數，然後我人講我肥就歹看，所以我家己特別我 instill 我知啦，即點頭，我明白咱頭腦裏面嚇，特別我 try to correct 伊啦，所以講我感覺我淡 fat phobia 有可能，若是講我是大波嚟講 ，maybe 我未講嘅嗬，還是 maybe 佢爸爸個 fetish 嘅唔知啦，我冇啦，我是未，特別我是感覺到 personality 較要緊咯，所以你看下你啊。大擺嘅 interview 冇夠型嘅明星嘅講，你世界查某真冇 girlfriend 嘅，你世界查某時候，我世界 personality 都知影什麼數啊？意思啦 personality。哇，世界領導台叻嘅呢，成個大爆咧，冇人講咧嘛，所以都世界大領啦，嗰時世界。哎呀，咁是何路？我世界我哎呀，問啦，背結點咪打波就是背結點嘛，所以查某咪是我都有拎到佢物件佚佗。你好拎啦，俾獨叻一個笑嘅，然後成日玩咧。你問佢笑咩？你用笑啊，一定你驚我啦，你驚你啊，你變做 valley 啊，你叫做。哎呀，聽人個困死又令跌死去，困越衝困，十伏結。OK，來講一個。等我看。我讀見咩？讀見啲，你們要我食材幹。哈。係啲大陸啊，係啲大陸。呢度actually，特別我睇條片啊，人嘅數。我咪講，呢個 personal 嘅數，特別伊 OK，伊冇聽，伊度伊唔是 OK 啊啦，伊唔是變靚，伊冇 OK 啊，當係伊 happily married supposedly 啊，我唔知啦，咱看起來 ，because 伊捌教因到底美國人過，我唱歌到底伊有聽過。then 伊教因隻阿嬤，特別maybe唔知一轉時，我唔知係咪數，我冇面梅本，伊到走對邊嚟馬來西亞，唔是邊嚟伊到馬來加，所以伊對馬來西亞了過一轉咧是伊個隻昂到底面，但 still until today 啦，安尼咯，所以伊move on 啦 ，move on 啦，你這年啊，個冇 move on 咩？then 嗰下面咪講，看下隻 room 裏面講人會係咩？Let's when you make 我看到嚇，嗱，只間外青叫我唱出去啊，唔知啦，我唔知有聲阿青唱一下 ，maybe 一千 episode 嘅事情。講4點鐘嘅話。講4點鐘嘅話。4點鐘嘅咩？阿貝個啦，阿貝個，嗰淡薄點先個。對 ，then in the end she know you get，伊知，我有解講。是女解講，嗰是人解講。我有解講。女解講啦，特別伊是貴講，哎呀，伊是就伊只識㗎，我打字就是講我另外一個較老嘅咧，安哥啊，所以我人較識嘅伊嘅人咧，係查某就給打字。then 往巴黎 group straight 嘅人佢嘅 uncle，because 是往地老嘅 group 裏面地老嘅嘛，
所以大姐都大姐都甲我講，大姐有甲伊講本，大姐有甲伊講 ，because 伊往一定嘅 friend 做者嘛，伊甲伊講，還是我 already out 樣家替我甲伊講啦，所以伊人 through uncle 即大姐咪伊已經知啊，特別我 later on 較貴一陣我甲伊講去 ，then 大姐又甲我講，哎呦，我看到你的影子，我知道你是 gay 了啦，甲我講。你在鬼世界在给他影子，哈，对，你看喏，当事人还不知哎呀，道。是个这个人是未看到的啦。是人看到伊邊嘅 picture 甲伊 reality 是無相嘅。我是問嗬，是那時有時看伊出來，伊甲我講，然後我人聽了，伊肯甲我講是因為伊愛我，甲伊去甲別人甲伊搬出去啊，甲是伊愛講互我聽嘅。Usually 你是 assumption 咧是講互你聽嘅咯。伊是講互我聽啦，伊無希望我。伊感覺到你，伊再講你會接受伊，所以甲你講。我感覺啦，那是伊，所以我 usually 嗬 ，even until today 咱安尼社會無相安尼改變過濟本咧嗬，你別講改現在社會，即係往時咱成日進步5步，咱就退步就等於6步安尼當時特別我感覺到今仔日啦 ，even 甲我今仔日嗬，你 unless 伊甲你講你使是甲人講嘅，我 usually 是無去甲人講本嘅，學伊人 take control of 樣家己 sexuality 咯，伊就要甲就 share，unless 伊叫你甲人講 ，OK 啦，咱 comfortable 你講咯，特別唔是你直接本，唔是你直接去甲伊講本，特別有些人甲你講是感覺伊再講你會接受，所以伊甲你講，你話 agree？安尼咯，啦，即個私人邊別使講咧，別使講伊嘅 cousin 仔是知，你 cousin 應該知，讓往上一點啊，伊 cousin 是往參上一點嘅，所以伊會知。很絕對，OK， 來講咩叫 spicy 啊？每講個10分鐘個，我講話10分鐘，從10分鐘呢？係10分鐘就點八鐘啊！啊呢，我係 surprise，攞每個先係少呢。Because 你講真真謝啊 ，Hello，你講咧冇講我人愛梅啊，咁樣。咪 interrupt，你話講愛梅物件，你講咧，我人就你冇人 comment，因為我有唔是我人嘅 question，少咗我話每一項物件，你 answer 幾十項物件就是我人愛 interviewing process，免做工啊，有個結果對，哎呀，再我講一句就好啊，有冇？要特別啊，我嚟講啊，你 after 你們要我死才甘願嘛啦，after that 你出來了嘛，你出來了話from 迄邊 until before 你正八條你大件嘅案啊，佢哋一個規個 journey 啦，你安怎你去做下面物件咧？因為你會接受你家己啊嘛。Good, oh my god，定關啲嘢。我不請佢，還是我請佢啊？我只要做 Chinese Angel。你細係你請啊嘛？細係先會請對。即係個 question 都啊 mark 起來啫，攞嚟 comment。即係為請講，我做住請 episode 咧，就係了。我係告訴佢，就 actually 有過，我係咪單兩梅啊？咪咁樣講過。Okay，so after 即係。咁講名出嚟，after 真係有個實際嘅人是嘛？因為Henry 唔是講伊部講嚟等，伊講伊講咩啊？未記啊，少到咩 taxi 啫。Anyway， so 伊 from that point on after 我 come out，so 我 come out แล้ว我頭時人 come out do 就是為 go，แล้ว我咁 because 我 go 大正嘛。So 我係講 then 還是伊本 come out 對我咯，所以兩人 come out at the same time， 我 come out 對伊 come out 對我。然後我咁講，伊本咪教我講啦，伊講好攞家己大漢啊嘛，攞家己做
伊講伊看到我你夾我時本伊本奇怪講做咩事？即就我because佢叫載我嘅其實幾特別，伊無講俾伊講就學我家己去 explore 啦，唔係伊 even though 我是伊是外國，伊講就是你家己 personal life，你家己去 learn 咯。Then 我到朋友 Henry 咧，到 Henry 就同我講你Henry 嘅大姐啊，兩人特別我大姐80歲啊，伊快一年半咗80歲，快少年嘅。攏會記我大姐，攏會記我甲你講，我去迄個，我到 KL 時候，我嘛是去，迄個一個 hotel， 我去大 hotel 是頂到是 hospital 來啊，嘟 hotel 嚟啊，哈。伊頂到是落群厝誒，我就是去，迄個時我就是去參我朋友，伊朋友就是開一個唔知咩 wine bar 咁樣款嘅，然後我去入邊行啊幾暝啊是拍靠，然後講人講我學校有幾係咩，然後時就送我對啊，我講搭隻對我去困啊，無論係隻困啊，係拍靠，人講買一就送我走就是係電腦，所以我伊度所以 anyway 到隻Henry 就講你應該大姐本來講，你應該係小英特啲咧，聽到 internet 是成個 classified ad 嚟可能係就小英寫 description，然後人興趣 email 你嚟可能就唔是講you know 成個當金啊咩，最攞佢到嚟隨路可能冇得爭嘅。有 email 嘅咩？定咩？有 email 咯，嗰時你答有 email 咧咩？有啦，你上個乜事？你上個乜事啊？皮啊，叫你夾啊，叫你夾嘢哇，冇。你聽錯係下面年代嘛，不如迄時下面年代。90幾年啊，97年，email 啦，有 email 特別我有事啊，有啦特別 ICQ 嚇。特別做咩幫報紙咧？咯嘛幫 MRC ICQ 冇，伊是 online 嘅，伊是 online，伊特別上下報紙，特別伊是 online。classified 特別是 online version 啦 ，online 啦，唔知叫做咩，唔知叫咩有隻名啦，我未記啊，Friendster，唔是 Friendster 啊，唔知係咩。咁 anyway，然後我咪是去行咯，然後我哋行是我就試下咯，試下講我本冇講，安尼 direct 講我要找 boyfriend 就冇呢 direct 嘅，我試下講Pening white single， 你是去咧咩 ？Man seeking man 咧，你就 man seeking woman seeking man 咧。你咪是去咧 man seeking man， 寫講我是就他們為人啊，阿面就整台車啊，然後阿面物件，然後呢，會 expand 為即 gay friend circle，because 我冇個看法冇個咩。Then 我是我朋友就擺條文將人 email 咯，我冇喎。真冇人講死啦，冇人夾我咩？然後咧就係個唔 confident 嘅，有陣時我朋友講：你都唔係小英，你冇係小英，人冇看到你嘛。所以我咪是去哦，我去看，我去換我 profile 去 library 就去 profile，然後去換先，哎呀死個奶啊！我寫名都是 gay 嘛，特別我handle 我係條 man seeking woman 嘅位就，真係怪冇人叫我仔哦。你特別我寫嘅物件嗰是 gay 嘅咋？我寫，所以我冇答我嘅啦。梗係錯。因為我寫，我嘅原來係其實應該換 category 咯，然後到嚟啊，就借破就借 email，然後就就借 can 咯，特別有一 can 我會記 memorable 嘅就是。有一間伊度淡薄真 flirty 咯，特別伊唔是大一邊嘅。然後伊 suppose 啦，伊講伊是老官嚟啊。然後伊度伊是唔是個零啊？唔知我並冇清楚啊。特別伊度成啊 ，you know 我係是希望哇有人 attention 咧，我係是個錢噶嘛，個程度嘛好嘛。就 feel 到成日就哇 my god 有人蘇格話咧，伊蘇格話咧咪，然後就成日想啊，哇佢心會成日伊當做成日要做我 boyfriend 嘅，反正就 then 講了，特別係你是冇 new OK，because 當係是冇很小型 iPhone 那邊冇 exchange new 話面，特別要成 lead on 啦，就講你就 cute very attractive 啦，係咪講咯話咁爽啊？then 講了伊度
佢一站，你度咪電話 email 咧。然後我就想咩事，每一齊講啊，你就係自己 desperate 啊是啊 ，feel 到頭一擺有人成 attracted 到你。然後 actually 唔是伊一人咧，伊一人成拍電話我啊。有講話掉聽到意思，無拍電話，這是無拍電話，這是 email 呢個了，所以寫 communication email 嘅話呢，特別做個你成個部落數路啦，再真係當金人 scammer 呢，人講好聽話做你假嘢呢，所以講嘅時，同樣咪插話咧喎，你講啊 sorry 啊無影係咪嘅？嗰時無咪 entertain 我嘅，喺度 feel 到成個失戀嘅可能就特別 actually 唔是啦，係咪？咪你唔知幾禮拜呢，所以。哇！激死麼？你看，所以有一陣嘅時，有你看咯，然後下時已經是有人寫 email 給我咧，特別我只字，所以很驚，所以你學我開一個 attention，人我咪是俾開一個 attention 咯。因為硬呢，就愛你寄 email 給我貴嘅就。哦，就是性格啦。我冇看到，就完全冇看到伊 email 就，即 slip through 一個寄另外一個 email 係嘛？講我 last few weeks 我寄隻 email，你唔知你看到係咪？是真係 check in 嘅咯。你冇覺得即係我佢講實講話去然後依度 because 依度是伊嘛，度是 always 成啊。我冇講係拍拖係咪本，特別伊本冇講調調講話講教話，哇！你真好掛咪特別。伊哋會記者 confuse 我咩啊？咪我個叫 John 特別我等嘅 email 是之中啊！你看依個唔是寫之中，昂嘅是昂之中，你顯嘅咧，唔知就是咧 confuse 我無上嘅 email 個無上啦。所以後頭咧我講起嗰時拍電話咯，因為我係過嘅 office，我係過嘅 office 嘅電話是 free 嘅，意思就你使拍依個 office 嘛，你使拍上掛鋪，人家我哋 include 人，所以我就去依 office 拍電話，伊個講話，所以。because long distance 嘛貴嘛，頂到招無上招拍電話，阮只貴嘅咋？人講招啊 ，city outside city 都是 charge 你 by minute 算嘅咋。所以我就去一個 office 拍講，所以我有講話講一陣咯，就話 before graduate so 個 maybe 我別記貴啊 ，maybe 特別我成時燒 email 起來，點到 hotmail 我燒 email 起來，然後伊 email。我唔知幾個月，我講 maybe 有3個月、4個月啦。然後嗰時我就畢業，我嚟 Kansas City 讀啊嘛。咁 Kansas City 讀啊是伊度 holiday 咪做成成，所以 holiday 伊講阿妹起來找我咯，所以伊咪火車起來找我咯。所以嗰時去就是好個在一個月 email 嘅話，冇我就找冇啲嘢咯。就是咩成成咯，那有咩？有緣。是緣啦。安尼呢？肯拔掉啦，肯拔掉咯，所以我朋友每次大到我朋友叫我係小英去嚟 at 冇我未除掉硬咋，幾個最硬。特別我冇上得等啦，領導時我怕隨時俾除朋友嘅，我冇怕隨講我俾 romantic，你俾除 boyfriend 唔是俾除 boyfriend 嘅，我係我 at 是俾除朋友，我 feel 到。除咗朋友，你 circle of friends 是嘅啊，你咪再講哦，你數格住咯，你唔是想講紅險到，我愛除 boyfriend，所以我唔再講人 intention 上面嗬，所以我哋看白掉是會做特別伊冇有啊，老實講，我是冇咩曉，我唔再講安怎是，我唔係 date 過，所以伊對我較濟，老實講，特別我冇咩曉，我唔知安怎，所以我成日對掉呢件，所以即係人嗬。頭一年時我介拍拖嘅時候，即係人甲我講：哎呦，你依個because 大8歲嘛，你講你個少年開始我14歲呢，我都14歲呢，個無機會去對到把你打包過，你安尼快 settle down 做咩？我真係最身邊人甲我講啊，就特別我介意咗隻事，我直接 comfortable 咯，我只感覺就真正，哎呦，我 OK， 我是介意往romantically 個會啱，แล้ว you know แล้ว個好แล้ว我個จะ comfortable，of course 有satu macam 我冇話 satu macam，係你是 you know 係你是話即係有 relationship 啊，係你是你就會 tolerate，就會 learn to accept，係你冇係你是 reality，即係裝是打正常嘅。是講特別我講啱，我就 comfortable，所以我其實 at home 就 at ease，所以你看我就冇插人咯。特別我有時候佢講，哎呦，到底有時掉唔掉咧？我講阿無我靠，我尷尬咯，地嘅一搬嘅時間嚟搬。แล้ว其實頂到嘅時候，我啱啱是就 realistic 嘅，伊講 because 伊白我嘅時候，嗱佢真係啷冇梅，我佢真係極答啊。伊咧
伊是白我是我把路甲出来做工，还是我是 working permit 呢一年呢？特別伊我講你哎喲，伊講咱唔知嘛，咱嘅 future 是安怎？咱做咩事腦成講買啊？because 咱都唔知咱 future 係咩個。一年後嘅事。伊講 maybe 咱把叫佢佢知，咱就買啊咧，咪是目標見。講特別咱冇 try，咱就 already give up 啊，咪是就發生咯。So 我袂曉嘛，還是對我無那麼做個嘛。So 我特別我講我當時有可能無 future 嘅，because 我過咗一年我有可能我就對馬來西亞 ，because 我無 visa 我就未大嘛。So 伊本講唔要緊，啲到時間來拍水。你過咗一年，好個在我頭家講我討 working permit 是加3年咯。所以加3年嚟講，伊本是還是我度較 serious 啊，特別伊本是講未讓到時間來拍水咯。還是我 quite serious，because 我一年後我就 quite serious，我拍拖一年，伊拍拖一年，伊會吹，伊會來吹我就4點鐘火車，所以伊 weekend 時就火車來吹我拜5暝啊，上是拜6來，然後禮拜就斷嘅，所以安尼講 commute 無特大 week，maybe every other week 安尼，所以我就講伊 serious 啊 ，because 伊點樣來吹我嘛，所以我咪是。OK continue 咯，拍拖，了我係一個朋友上時本是講我成日即係美國嘅人，甲一個墨西哥嘅人 Mexican， 伊 Mexican 本是上灣嘅咯，特別伊條斷喎，伊做工伊條斷，所以讓條攞頭啦，無本手啦，特別伊條出去 Mexico 吹伊有陣時來吹嘅，特別 long distance 所以較艱苦，我唔知樣同 I think 將 still together 唔知啦，當然係教應嘅嘛，所以呢樣係係 reunite 咗隻咯，定到無限教應嘅嘛，所以 legally 話別咯，所以咪成看啦，你 OK， 你 stable， 你條股咧，你甲帶到以後咧把脈看。啊 ，actually 往一年度3年，冇我人。不，較早 I think 我甲一年嘅款呀 ，because 我一年較假 I think because 我係抹幾步啊 ，because 我講我按照我 technique 是講，我甲我個就是要 come out， 我做就 come out 啦，你貼 plaster， 實到個你貼個冇咧。就對嗰啲貼啊貼到刀嘛對，貼 plaster 啊，好甜啊，我實到嗰啲落地嘅貼起來啦，所以我講遍咧，講遍咗就貼。你伊哈時時期我就教我講，我買英文啊，我買講教我出來啦，買係人買講學我爸教我嘛，就係講有隻 Bruce 人。我係高仔嘛，我個多正嘛，所以我個密都嘅嘢邊啲。特別我係爸爸咧，我就教我冇計講我係 boyfriend 係咩啦，我係講我係朋友嚟隨我咪咪，或者 Bruce 啊 ，OK 或者 this weekend 我要去隨，然後就嚟隨打擺 Bruce 同 Bruce day，因為麻到佢每一個幾步啊，無啦每一個，即阿John 點參啊，你 Bruce 係係咩人咧？OK， 有好人嘅就派嚟，一直驚就驚講，唔知是住住啊！我唔 ，I don't think 要想講自己無嘅，咋事？伊是想講這人是住住唔知好無好啊！我唔捌看過伊啊，煩惱啦，所以我唔會一個了，我一個一頭講 ，OK， 然後大咩就講 come out 出來咯。嗰時我 boyfriend 係咪？係時我個 boyfriend 個本係時，所以你可能 come out 對樣 by email，maybe 我講句話即係講數 ，then 有冇 OK 啊？接受啊咁了 ，then 我 parents 有來嘛，冇嚟催我㗎嘛，特別講，所以係時樣來到時，咪是係時我啲 Bruce 你係假嘛，係時我冇做只一大個。一年比如說我一年伊就搬起來，啥物無夠一年咯，無夠一年，伊就我 parents 來時，伊有來咯，所以我叫我頭早拄時，我去食另外一隻我記，然後你看到拄過伊下時，所以我也是知啦，我 parents 知啊，所以我 parents 你知伊個做先生咧，我按只老實嘅嘛，老實看咧，因為我嘛都只熟甲伊，แล้ว伊個有理數係咪好？แล้ว我 parents 就สุกอี咯，OK 咯，就是冇我出個時候我全部冇 drama 本咯，冇講成阿姨佢哋冇สุก阿嬤啊，係咩冇咯，
所以 OK 啦，個 accept 因為出來人做話好做人咯。對，是無的，你只較討貴哦，即個路真係較討對。真 simple 呢，你 accept 你個嫁一個後生，你無 accept 你連後生，家己後生都無去。對。Because usually 家己對走誒。我一個朋友吼，我見阿節啊，樣較久樣早往一年啲個 ，until today 啊，伊出來個未接受。伊人把你教伊呢？哎呦，樣做只一年啊，接7年，伊知特別講，若是你要甲伊做只我人被接受你啊，做驚。這是邊水嘅問題吼，講到了不是邊水問題問題啊。唔知本來特別伊就特別講，伊樣出來人，伊出來人到亞洲嘛，馬來西亞。樣直頭 announce in the newspaper 講我甲一個囝無關係了。你是講，若是你是你會驚，你愛得驚伊，還是你驚你出來人？伊係你係做驚嘅，伊學我咪是條驚出來人對，兩陣間嚟偷招，你是特別，你講特別 somehow it works for him 啦，所以你別怪啦 ，because 但你別。但是講你再講你爸母啊，激心啊，係咪會管係咪？你咪是咪講去做你出來老人無歡喜嘛？所以特別 somehow make it work 咯。To the point of 伊人來正大時，伊個 boyfriend now 硬係幾個禮拜前嘛教因，就搬出去大，伊個結束。特別即是人咱未講，但係我被講出來就是講無。加了人嘅故事本是成個玩嘅款嘅，特別在講大人嘅故事本是，伊故事是伊人學伊人講 ，because 你要做嘅 make a decision， 你要做要決定下面物件，是你家己個知呢，甲你嘅身邊嘅人知，伊嘅翁會接受，伊嘅厝內人未接受，伊嘅翁會接受，伊厝內人未接受，加了人 OK 啊，伊翁好啊 ，so。咪是 OK 哦，搬出去，伊 family 來嘅事，但是做在去食飯嘅時啊，伊去別位大咗，伊無解做在大，伊解出來。特別人看起來成個，喲，真正積壓啊，然後咯，特別 somehow it work for 人嘛，咱未講佢講嘅人，你無應該嚟看你。特別講你 journey actually 無安尼 difficult，對，你怪你真 lucky， 我真 lucky 對。你真 lucky，because 我聽到一個故事，甲我 experience 一個故事，我身邊嘅人，真like you know have to leave the country，你 father 買錢伊做囝 ，you know that kind of thing 嚇，你真 lucky 哦，你 thankful？對，that's why 我講，這是我嘅係你咯，咩贏面咯 ，because 我感覺到我 lucky。我這是我無特人去趁到安怎款嘅機會，所以我感覺到，但是講我 share 我嘅故事嚟講，有可能人會感覺到講我有希望，你知道？我未感覺是我冇煩惱過 ，because 他是我嘅子兒呢個囝，伊查某已經出世啊嘛。我想講，我子唔知不打互我見我嘅年數，我想到你款嘅物件咯，煩惱過唔知我嘅 parents 會接受我人哦，所以我有想過喺物件，所以唔是講只應了接受了過嘅是，伊人會接受伊身邊嘅人講嘅話哦，但是講人知道。所以你看咯，特別人講條，每人每期講嘅物件本是關係到我之類 ，because usually 邊啲學嘅人 share 物件是無呢，我家己 personal life 都無講嘅啫。So that's why 人攞接嘅啦講 about 隻 personal life 嘅啫。Anyway，當然嚟靠啦，點正12分一講物件後尾就問題。咪超關啦！我差不多愛講嘅就過一曬要嚟做 episode 3咯。有啊，唔係啊，老學歷或者你 group 啊，嗰隻你 group 啊，嗰隻你 group 嘅啊，嗰隻 group，嗰隻 group 誒，即別使講隻白雲啊，別使講隻幾部嘅，所以話依個question解就係幾部嘅咪。Who you lost your first kiss to？ 哦，這好就好隻。Why first kiss？ 你找幾回啊？有個甜蜜蜜。喂，這你唔是 lost 嘛？這是 gift。即是攞海嘛，攞家己 kiss 一般唔知。對。嘛，lost 是人嘢嘢。呢個唔是可能貼，唔是硬可能尖嘅嘛。對。還是攞硬尖人。當猜佢，當猜。攞硬尖人我 feel 到。自敗。可以。白人講。唔是 Ken， 你們要我死啊 ？Ken 嘛？是。要我死。
你們有先生嚟我點會記啊？我會記，就係告訴記，你，college 唔是啊但是 high school 個 college， high school，college high school 我記是 high school， high school 嚟啊，中學啦，正聲唔是咦，咩事？病去夠啊，病去夠啊，actually quite sweet 本啊，小康有康嚇，冇，有康係康巴路啊，真係，你講 try to make our topic juicy 嘛，會咯，啊，依時話from 4啊，from 5還是from 4？from 5就俾佢，就俾佢啊！伊是人道仔哦，個人道身軀水水結結誒，是啊，嗰時你去我去靠人冇嘅啦，得嘢啦，你去靠人嘅啦，浪漫的失敗，OK？我就講你傾爺爺嚟嘅，冇，幫人發天聲。哦，白白啲厝嘅温習功課，冇唔是嘅，即係温書功課誒，對。所以依度，所以我 from 4是有一個 crush 本，特別是 straight 誒，特別伊本是四人邊嘅啦，伊本是 flirty 啦，甲我了，特別講啊，伊無講 flirt 甲我 as 像啊，係特別伊真正照顧我，所以你在人家己，你讓我家己像啊都 already 無咪敢講我家己 sexuality 啦，紅險一大波對路然後看 get back 好啊，在我去到路安尼看咧，特咩拍電話甲我講 good night，講安尼我咪時候死熟甲我啦咯，嗬。表錯情，特別伊是無誒 ，before you girlfriend，maybe 還是無咪會曉 express 伊誒，還是種嘅心，特別伊干那參大波，變咗大波等啦嘛，所以後尾是伊就把對伊隻 girlfriend 是伊度當天就發 fit 嘅，所以 anyway 伊度把隻 girlfriend 是伊度一頭撇我咯，撇我咧是去from 5還是from 5是度一間咧，伊是唔知講啥子，伊是 prefect 嚟就。แล้วก็是即 sports team 即 captain นั่นหั่นจ้ะแล้วอีโตมันสิกับอีโต真正 gentleman อีมันสิ想啊我 because 我當然冇啊嘛我ทักแชร์ตัวที่ไอต่ำ嘛ก็จะลองบ่冇啊ก็จะ講啊咁ตัวที่ไออีวางตัวไอต่ำทักแชร์แล้ว我對邊人是對邊人對處是當然冇啊嘛แล้ว我嘅 basketball 是幫我即係幫我就對嘅，但伊呢就講，阿不如面對個啦，你甲我做隻到啲學堂會 hang out，然後我諗去食 lunch 了時，我甲仔就對，因為我請咪是，是唔是 sweet？ 是唔是 sweet？ 然後我就 OK 咯，特別我食水本嘅話，伊 quality 佢是未歹嘅咋。特別我頂到時我覺得冇食錯我頂到 from 4嘅朋友買插我啦，唔係插我啦，伊成個 girlfriend 啦，咁我淡薄成啊，好笑我係閃時講你看，我有人暑假本，有人照顧我本，所以我特別嗬，即係我特別時陣，我自己車嚟拍殼嘅咋，伊即 from 5就看啊。伊度唔是講你賣話咧，只係嗌我直頭車去拍殼，然後我直頭車去拍殼嘅時候，我特別看，我看，只係有來，我看掉，水管嘅話就我緊知，然後跟住雜波戲，唔是都雜波戲，跟住雜波就是掉，可以看隻錯，可以看，然後就我閃，然後我度特別做這一本成啊。伊對我呢好嘛，แล้ว變做我心滿叮當咯嗬。特別啲 one only problem 是我家己 homophobia 咯，我家己未接受我家己嘛，所以我家己驚喎。但我一轉咧嗬，伊對我真正好呀，講叫我赤包，係咪物件？對於厝開門，好我真正 gentleman 就掉啦，佢講。Then 然後我講 first kiss 時，然後伊度。伊往三人參嘅，所以伊參我，伊是教我嘛。
我唔是介意啦 ，because 人人打，咁了人講等人講講，伊是只 popular 係咪物件喎？了伊個點成個對話成個 princess 嚟嘛，所以了我個另外一個 friend 往一上一度我等上一位都頂咗隻，伊都是老咗，佢話 actually end 翻啦，伊本是幾係一間啊，講 actually 三間嘅本，了特別係一間節目有教英語 ，anyway，so drama then 我嘛我是做隻沙人 actually 頭一咩是係咪節目個 actually 一時個節目係咪爆掉你知道，所以我就啲房間嘅位往還是咁講咩先，還是看冇來另外一看冇來往沙人啲房間困，特別第三看後尾來是往到already有房間位，特別包幫對來又來外厝食飽了，我做者去食了，伊都來外厝，我讀冊嘅時呢，我到啲名稱位，伊都坐到頭開，貼到啲位 mattress 上面嚟看，แล้ว我都趴到啲伊嘅鏡頭下邊嘅 ，so 我冇估，哎呀，แล้ว so 就係 I mean romantic， 特別我冇咩，特別有。唔會 focus 喺邊啊 ，OK， แล้ว我想我手拍掉鏡頭咯，แล้ว我hand 我邊 rest of the shoulder 然後呢 ，then 個日自己唔是，這是平常時拍出來是，แล้ว我自己是 before 我第三間朋友來時，伊有講講，你有你哦，因為我實在我叫我爸到啲樓頂去聽，我係樓頂嘅，我爸到樓頂去聽過，然後我唔知做咩，伊下養我係咩，跟我養我所以我就係 physical contact，所以我淡薄成個extra 心跳咯，就成日隻我嘛，然後伊度，然後佢個在電話落面層嘅時候，伊度每我攞啲名稱，特別我每開掉嘅時，我冇成日講會隻抓啊，或者會隻嘢抓，會隻我抓，會做係咩物件？是俾我霸到個卡嘛。所以特別我每冇冚㗎啦，特別一電話落名稱，我唔知深刻跟我養話咧。冇人話咧是到佢個名稱，人哋看落去，看咯，就看見咧。然後他是落去嘅時候，我就講我 physically 講我面對面講我，然後 music 出嚟。你時候呢度心跳聽嗬，別見到你聽到咪就係，真係見過知道咯。就是擼嚟。contact 我 email 我 online 就是你，然後伊度問我，因為我 challenge 我嚟講，你敢 kiss 我係咪話？有冇話 kiss？ 哇！我未做隻 effect 你講睇下幾多倍有 key 哦？你 challenge 真係因為話，因為啊。你敢 kiss 我？kiss 我？即對我頭腦就成日看着，我想哇砰嘅咧喎，然後我咪是看了，我但係我 physically 咧我就尖入去 ，I mean lean in， 變咧 peck kiss 伊到啲伊邊位，接佢，你個講，你敢 kiss 我就話 lips。不要我呢個，你頭諗晒病頭冇，係咩？喺邊聽啲咩先啊？以為你回應嘅。掉啊！你話佢，哎呦，然後我就連into 有 kiss 呢度啲 lips 咯，然後哎呀，真係 too hot to focus， my camera be focus 啫。OK。因為 camera 就 affected 咧。OK， แล้ว echo， แล้ว我咪是字面，但 to me 嚟講係你冇水啊，你看呢 peck on the lips 你看呢，แล้ว特別我都冇舌戰過啦，個驚，個 excited，你咯，我心在跳，哇，我自己心在跳啊，特別。所以我特別心裏面有心裏有數啦，就係講藝術家話啦，還是就I mean
我應該是知啦。是講我係知講成一 step，我 move to the next step，然後可能就係比較較 intimate 咧就知道。所以我就哎呦心個跳個小愛個唔敢個驚。then 下一暝，你我朋友就嚟找我咧，吸換下嚟，所以另外第三間朋友就嚟，所以我困嘅時呢就會，所以啊，你講你名出嚟，伊咧就教我困名稱，下一間字母。I mean， 最有人說我就佔嘢，所以用條文嘅 technically 我佔特別唔是 EQ 啊，所以 challenge 你嚇，然後伊就我到名稱去困，我係朋友就困到一地，已經困一殼殼嘅啦，然後伊咧就攬掉我到啲名稱嘅，到啲網絡人就在困嘅時，我係頭到成日係到啲伊嘅膊頭，伊就並手就攬掉我到名稱嘅，所以然後下時期嗬。哇！真係覺得嚟啊！哎呦！你呢度慢慢愛變，呢度慢慢人哋邊過嚟看下咧就實 kiss 我 lips 啊！嚇時間有一隻就 kiss 啦，you know everything dance and everything。然後有時候就講我會揼到無？嚇時我冇嚇時我而家真正按照講成個嗨，然後我唔係 experience 成個我成個浮起來個人啊，成個唔係 experience 過係咧，我身軀嘅 chemical 安尼，成個規身軀成個行做起安尼，我都知哦。แล้วอันนี้ก็ physically 你就佢就 warm 嘅 lips 啊，當到你嘴你看啊 ，then 哇，แล้ว我唔知道估特別 feel 到成 forever and ever 呢，哇！แล้ว我驚哦，我驚我朋友聽到啊，จุดๆ嘅樣。แล้ว特別 one thing 我自己失敗就是我 next morning 我自己 freak out 咯。next morning 我佢一記個，我唔知係咪 hotel 啊，我去食點心，唔知是 Shangri-La 啊不，或者我去食 hotel 就 Butterfingers 入邊 hotel，唔知得幾個白 royal 加，使唔是白 royal？ 一點心像 buffet 點心嘅你知哦，所以我去食誒地叫嚟，唔是得攞香，rasa sayang 是得攞唔知啊。然後我去食點心嘅時，我都瞪咗成個完全無數嘅很嘢，所以我直頭成個慢慢酷啦，酷嚇，但係成個 withdrew 我自己 from 伊你知道 ，because 我自己驚，所以我變做買個伊嘅 close 佢就。So after I first kiss instead of 佢拍拖嚇 ，after I first kiss 我直頭佢盤手。我能夠慘 ，because 我三人就係慘，特別我 reject 佢，我冇計講，我直頭當做成個 everything 冇發生 ，denial 咯，嚇，所以 denial 咯，所以我們感覺就真係唔好，特別我人冇機會講到呢個話咯。但是我希望，我是希望伊 ，because 伊個基本教應嘅呢一年嗬，我咪去食呢可能數起來都知，我唔知講 maybe 是擺咧 ，maybe 原因就係伊個伊曬人伊冇曬人伊，我咪是咪去踢破人嘅家庭對唔對？所以我想要知咯，講下是我是希望咧，我是有機會直接嚟。像朋友安尼定到古早時啊，一講起就對啦，講起下事，咁我感覺到無好咯 ，because 伊家嚟佔我咧，我個馬仔是 freak out， 我直頭咪插伊，唔是講咪插伊，我當伊做隻普通朋友咧，我話無講起我人嘅 romantic 嘅 moment 啊，講直頭無講起啊，然後慢慢到啲書，慢慢啲實無成個較無咧參無咧識 ，because 我 form 5 pick up 過啊，嗬，我到去 MBS 啊嘛，然後 I think 伊直頭去。佢 take over 一百成啲啊嘛，所以變做無咪參與啊。特別我 after 我對佢變成一道教我紅頭一道對佢2年3年對佢時，我個讀一個醫保個醫個出來 ，because 我有個 group of friend 嘛，所以伊樣要出來本，所以還是冇講起咯，我就想講，哎呀 ，maybe you know happily married， 咪插起咪講起咯。But recently 我聽到講伊馬路甲伊冇 separated 啊。Then 我聽到 according to one source 啦，講伊馬路加隻人講嘅事嘅，安尼我唔知啦，即是意思或者家己屌，但我是有希望有機會甲伊。as adult 50歲人都就係講 clarify 埋啊 just you know just like 講話誒 Louis from Louis perspective 是安怎啊，即是未幫到別人學見嘅啦 OK
安尼看咯，哈，我嘅羅點正咧，嗰真羅點正，哈 ，OK，了，阿威 last minute，last question，冇了。攏無啥，老何下禮拜啊，袂使老何伊人啊，袂使嗰隻講有可能樣個搞哦咧嚇，有樣搞哦，唔係講下禮拜轉嘅話，可能 surprise。袂使行，袂使講。另外一 group 嘅人個 OK，咁我正啊，到安尼咯，6點鐘4點鐘啊，6點鐘啊，so 4點鐘啊，到OK 啦。我就冇愛困啊，我不多要，我冇很食過1點幾，我9點。我多只要。你小企啊，咪咯？未超期啦，買啦，該播當 Steam 嘅超期。I think 我冇咪 prepare 咯。超期，啊，無咱買，咱1000 episode 是咱超期 ，OK？ 我已經超期啊，頂當禮拜超期啊。1000 episode 是我會使超 ，OK？ 咱使超即個紅醋蝦 ，because 頂到咱10年是咱超紅醋蝦嘛，1000 episode 阮超紅醋蝦，10年 episode 是咱到底嚟變成百去超嘛。千幾無來，誒即小寶無來啊。毛毛菇做激好啊！佢面啊心頭大嘅，真正坎坷叫掉，特別定好啊！我係只面啊心頭大嘅，花你 cream 係喲，花 cream 咁了，cream 啊！醒來叫我醒來，都唔知去除路啊！誒，我有去拉薩聲，你使嚟玩路嘛係？我被出門，我被花車。哦，即係 Uber 啦，我是被花車，即係 Grab 嚇。你見嘅，你見冇嘛？未都就冇嘛？都係咩落好啊嗱死，你話車，你落好啊嗱死，都嗰個嘛？都就嗰個。OK，感謝大家，特別要幾時？當叫人幾點啊？下邊好啊，嗰隻俾人看過。2點半2點半嗰隻俾人看過，感謝咱支持啊！個感謝咱嘅校長啦、阿龍啊、南西、小寶。毛白加毛菇，佢哋烘梅話，แล้ว個八節個 group B 嗰咋，個副成 group，看過後面物件哦，一定我就派哦，是唔是？唔是講派哦，我物件我已經屙出嚟嘅啦，還是我自己 offer 出嚟嘅啦。我冇可能梅路啲大陸出事啦。哎呀，會使啊，你可能咁樣滯了，我即可能滯了誒，真係你嘅梅咧，係啦，最嘅梅先嚟嘅了，特別近次就好啊，香港就好啊，我能做項目嘅了，有 fulfill 掉。耶！感謝大家，那是講咱希望要來參加邊咧福建咧，那是講咱參加邊咧福建烘梅咧，要烘梅我是冇機會咧 ，OK？ 即是講咱特別規定啦，所以當然好多機會咯。咱物件嗰一頭，嗰一另外一輪 ，maybe 係一輪冇做攞出來啦，啲 maybe 未講，可能我舊講攞出，但是嗰一輪嘅 next group 係，但是講咱 subscribe 嚟講，一定係就正係講係 promote 咧。如果會使你同啲路出嚟嚟聽啦，你愛加梅人，即幾間無梅掉嘅人，無啊個即個你別使講教梅教我無梅掉物件，攞到啲 comment 就使梅。OK， 感謝大家 ，Edify， 再見，拜拜。特別嘉賓，那是冇 subscribe，琴日10點禮拜冇過掉到正，但即8萬，然後正8即第一電話就聽貴嘅時，第二就正嘅時話一頭人過來梅話嘅時，人來梅一個人嘅時，三番嘅時，兩個就來聽，拜拜。